60年前，佢繼承先輩技藝，欲將中醫事業發揚光大。呢個係我受到病人嘅第一次頒獎，1948年11月。60年後，佢同兩個女兒已經名揚海外，衣錦還鄉。你無論係邊一種人，去到邊一個國家生活，你都係希望自己嘅努力能夠服務人群。講述中醫世家兩代人成就事業嘅動人故事，敬請關注佛山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3月21號晚7點播出嘅《經歷醫家天下》。呢度係佛山電視新聞綜合頻道。60年前，佢繼承先輩技藝，想將中醫事業發揚光大。呢個係我受到病人嘅第一次頒獎，1948年11月。60年後，佢同兩個女已經名揚海外，衣錦還鄉。你無論係邊一種人，去到邊一個國家生活，你都係希望自己嘅努力能夠服務人群。講述中醫世家兩代人成就事業嘅動人故事，敬請關注佛山電視台新聞綜合頻道3月21號晚7點播出嘅《經歷醫家天下》。一個禮拜之前，南海九江中學嘅禮山學堂迎嚟咗3個啱啱從美國翻嚟嘅海外鄉親。呢3個人嚟自同一個家庭，一家3口可以同時企喺講台上面，為眾多嘅學生同老師講述佢哋成功嘅經歷以及工作嘅經驗，可以話係禮山學堂自開辦以嚟嘅第一次。而佢哋就係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歷任廣東中醫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岑澤波，同埋佢兩個同樣身為美國醫學博士嘅女岑卜少同埋岑卜圖。禮山學堂坐落喺南海九江中學。1839年，晚清嶺南大儒朱九江喺而家嘅九江鎮開設禮山草堂。喺接近20年嘅辦學當中，禮山草堂培育咗康有為、簡朝亮等一批優秀文人學者。而家禮山草堂已經更名為朱九江紀念堂禮山學堂。九江中學經常邀請一啲名人學者喺呢度為學校嘅師生講學。2009年3月13號，禮山學堂同時迎嚟咗3位九江鄉親。中國古代醫學有一句話叫做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補身長存，以養其生。這是醫生的職業道德。岑澤波73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高等院校中醫學教材主編，歷任廣東中醫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我覺得共享科學的發現和臨床經驗是做醫生的必須的素質。岑卜少，岑澤波嘅大女，醫學博士，美國佛羅里達心臟中心專科醫生。35歲嘅時候入選美國最頂尖嘅心臟專業學術組織 FACC， 成為該組織最年輕嘅會員。當時第一個星期是非常惡心的，每個同學都不想吃中午飯，上完那個解剖課之後，但過了一個星期，因為大家都求學心切，所以慢慢的就把那個惡心的感覺都忘記掉了。岑卜圖，岑澤波嘅細女，
醫學博士，美國最好嘅腫瘤醫院 MD 安德森癌症治療中心內科醫生，受香港以及珠三角多間醫院同學校嘅邀請，岑澤波父女三人喺闊別家鄉多年之後重返九江，為呢度嘅鄉親作醫學同教育嘅專題演講。我睇到九江中學嘅學生同我哋嘅對答，有成80%嘅語言係用英語嚟到向我哋提問。Sometimes people are afraid of making choices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ir life will be. Professor, what's the best choice you think you have ever made? 我自己嘅感受呢，就係第一就係感慨時光流逝得好快啦，轉眼間我已經中學畢業咗20幾年啦。第二呢，就係我從而家嘅10幾歲年輕人身上睇到呢，中國實在變化好大，因為呢啲細路仔嘅眼中睇到嘅嘢同埋佢個心嘅分析，就俾到我嘅一個信息，就係而家嘅中國同我離開之前嘅中國好唔一樣。所以儘管發病的時候，很多人都已經是中老。呢度曾經係岑澤波屋企嘅祖屋。岑家從清朝中期開始就有人做中醫，到岑澤波兩個女呢一代已經係8代從醫，係名副其實嘅醫學世家。原來呢係一個清代時候建嘅一間青磚屋，因為呢條路係要擴闊啦，所以遷後咗嚟呢度，再從97年重建嘅。第一代呢就係乾隆嘅38年1773年建嘅。我個阿太嘅起草寫嘅一個對聯係用10味中藥嚟到做對聯嘅，一邊5味。個對聯呢就係黃枝子背舞過連橋，偶遇大王追木賊，5味中藥。呢邊呢，白頭翁蓮子隨枯草，為栽玉竹蔭淮山，又係5味中藥。1936年，岑澤波出生喺香港。2歲嘅時候，隨父親岑達全翻到九江老家開辦診所。岑達全飽讀中醫書籍，醫術喺當時亦都係遠近聞名。岑澤波深受感染，4歲嘅時候就跟住父親喺診所裏面練習寫藥方。民國37年，即係1948年，個病人呢係發高燒病人，食咗我爸爸一劑藥之後呢，退燒之後呢，第二日翻到嚟咧，我爸爸出診，剩翻我喺屋企。咁佢好信任我。其實1948年嘅時候，我正在12歲。咁佢話你按照佢而家發燒開條中藥方我呢，我又好大膽咁樣按照爸爸呢條處方加減1、2味。咁然後咧再開俾佢，居然個病人繼續好轉。咁佢送咗個牌片俾我，寫清楚係岑達全、岑澤波父子醫師呢個遺傳，咁啊寫咗良醫2個字。呢個係我受到病人嘅第一次誇獎，1948年11月。